嗨，我係怡玲。我奶奶今日攞咗啲響螺片俾我，叫我用清補涼同埋節瓜一齊煲，好啱依家啱啱立秋嘅天氣飲啦。呢個湯呢，補而不燥，非常之溫和，好啱一家大細飲嘅。材料有杞子、蜜棗、桂圓、淮山、玉竹、響螺片、百合、豉實、蓮子、節瓜同埋豬骨嘅。響螺片可以提前一晚浸軟佢，呢個螺片都唔好抌啊！一陣間擦乾淨之後呢，都可以擺落去一齊煲嘅。豬骨凍水落鑊出水，節瓜批皮切成大塊。除咗杞子，其他全部材料洗乾淨。水滾之後，除咗杞子，其他全部材料擺入去。大火煮滾佢，轉細火煲90分鐘。杞子最後15分鐘先擺入去。節瓜煲螺片就煲好啦。呢個湯呢，加咗響螺之後係非常之香甜嘅。響螺可以點豉油嚟食咯，咁樣就會好好食噶啦。